向前同乐飞，大家来上飞。大家好，我係胡海娟。大家好，我係客家小王子吳永斌。哎呀，小王子啊，小王子彈講啊，最近下嚟呢，向前同樂飛嘅 FB 嘅粉絲團爆炸啦。冇啦，係向前同樂飛嘅關係。哦，向前同樂飛爆炸了。唔係爆炸啦，係太多那個觀眾朋友哈，還有鄉親朋友，哦，一直打電話報名。啊，因為我哋未拜學結束嘅時間，我會講，誒，有乜嘅好嘅傳言，想我等你吉吉打電話來報名。你們真的好聽話，我們真的很愛你們呢。講根本以後來都討厭，有4隻詞可以形容今天的表演者。第一隻詞，高速猜民間。哦，2隻詞。排誰？調下順明明就4隻詞。哦，就係5隻詞啦。5隻詞可以來形容人哋啲向前同樂飛係咪？冇錯。係，就係向前同樂飛。係，接下來介紹人哋啲評審先生。好啦，接下來介紹人哋嘅 TV。筆下鄉土客家民謠劇團團長邱彩雲先生，雜通主持人巴西先生，歌友班先生鄭明珠先生。今日要麻煩你上位嚟咯。係啊，哦，要來到人哋向前同樂飛學看表演，哦，要做啲欣賞呢個。是東西是偏東哈，來看安尼做對冇？好啦，好，看表演啦。哦，唔準備好嘅哈，準備乜嘅精彩表演本上位先生看啊。我跟你講，就係5隻詞，高速猜民間。5隻詞咧，沒4隻詞啦。好啦，來看天主嘅表演啦哈，高速猜民間啊，冇猜人嘅時間。正經。參賽者表演體由評審先生钦定呢，係講3位評審一致通過，就做得到獎金2000元哦。
场鼓励。吓人呐！好厉害哟！欢迎来，冯张阳荣轩。哎呀，老天之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們還有一下嘛。兩位主持人好，還有評審先生，還有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哦，練一久嘞。6年多。6年多哦，有一些就算他表演过的一些歌曲啊，很熟悉的，但是他迷拜双腿之前，一用熊童反复练习20遍到30遍，对不对？怕会忘记吗？还是怕忘记播？就是會忘記，因為手指要熟練。哦，一直練，反复的。訣竅就是要一直反复练习。係啊，當然強用啊，唱歌係咩一直唱啊，是翻譯嘅。嚟。公平的人，公平的，有請公平的人。啊，掠這個歲晚嘅曲目吼，迄按後生吼，又會彈到按後彈，術有當靈活吼。實在我有點佩服按後生做得彈按後哈，尤其二胡，彈到這個曲目的時候，做得單獨表演，就是這個給天的動作嘛對的啦。彈到非常嘅好，好。哦，阿勇。接下來看你嘅評審現場有辦法一支同歌嘛？因為做按獎哦，你唔會難。哎呀，對按樣嘅首先就冇效啦。係冇講啦。接下來看你嘅評審現場有辦法一支同歌嘛？老師，請亮燈。聽很慢的哈。那個賽馬吼要下注的時候吼會很緊張，快一點啊！哦，恭喜啊！啊，這裡得到。係這樣嚟哦。係啊。好，咱繼續嚟看下一組嘅表演。山
安子 C，重赏鼓励。哎，两位主持人哈，被大家好，记，哎，见面整哦，季，你好，整季啊今日做按奖哦，啊，那唔会辣。哎呀，对岸用的小鲜肉无效啦，哎，莫讲啦，哎呀，毕整季你好冲嘅呢，小条系嘛？冲山歌哦，，冲山歌，传统嘅，哎，係好一叫嘅啊。冲呀，冲客家歌6年，啊，唔过哈，都很不喜欢那个不喜欢三大调，嘿啊那我就一直学那个流行曲，啊，都106年哈，就尤其比迄个田纯玉结果对唱有拿到冠军，当感谢评审本来给肯定，按是你说，客气咧，客气咧係啊。嘿，甲今日创业啦，小调、独马调，冲动用版的来民族欣赏唱。我哋必整小市啊，吼，冇簡單哦，參加到千多擺嘅比賽，吼，經常嘅入圍2到幾，吼，在我擔任評審嘅當中，我也本期千好嘅嗰樣嘅高分啊，吼，好嘅分數，今日到啲同鄉親同樂會啊，吼。係一隻千好嘅舞台，能得本期唱按多團啊，時間又按長。我平常比賽你是做得唱一團添嘛，吼。我係想講，冇簡單嘅，做得幾到4團嘅歌詞啊，真不錯。啊，老師看到都感動了呢。對按啊是说，按是先说，感動，但是是不是會通過呢？老師，請好安燈。嚟，谢谢谢谢，獎金拿出來，要撕錢呢。好，按是说，哎呀，点奖品啊！哦，希望毕整季哈，能够在这个歌唱方面，散胎挑啊，哦，也可以自己再去精进哈。好，散胎挑我。来三忙的来好，好啊，是唔定愛報名準先啦吼，記得來聽吧對啦吼，家己共下來看下一組嘅表演咯。「
上鼓励。你到了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私秀さんです。哦，你客家人哦，客家人，很多人日本人呢。服装是。但是你的名字就是叫你日本松雅新梅啊。也係日本名。本上也日本名。流派松雅流。这一套的这个服装大概要多少钱？你要买吗？没啦，你适合标价来500起标价。日本嘅传统嘅衫服吼，懂贵。那新梅老师自己收藏了几套去？一斗身。懂得啦，数不清楚。一古月全部打開的和服，一斗 T 恤嘛做和服，好一吹是什麼做和服？因為要教學生嘅啦，所以我嘅衫褲一斗。幾個比較簡單的舞步可以教我們搞俺的太嘎。可以啊，你講我用服裝配着安內這樣子。我先教那個小鳥的飛，小鳥飛。對，再幫我拿。你先看到風，先有風，對不對？好，有風開始，小鳥要飛嘍。這樣，飛起來，飛起來。有的時候我們會用豬鹿，豬鹿有時候用飛。哦，那飛慢一點。會腳會抬起來。那叫。對，那因為是講意境的。第一個是小鳥飛，小鳥飛。第二個呢？倒酒。倒酒。倒酒。我們對 sake。倒酒。好，先搖一搖，來再倒下去。這樣好，然後我們可以接起來，對，拿來喝。但是一般我們女生比較害羞，我們是接了之後，我們會先轉身，再喝下去。哦，因為會比較斯文一點。你真的有茶呢。好，來聽講評。接下來有唱到那個法神欣賞。法神來示範一下剛剛那一個。喝酒。我怕会跌倒。哇，真的是非常好看的一个表演。而且呢，因为我觉得如果自己本身去日本啊，要看到艺伎也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特别要去Kyoto那个地方看，也看不太到。所以今天大家真的非常有眼福了。而且我要讲一点是，你虽然刚才在跳的时候都面无表情，可是你表情有很多的故事性，哎。对。让人家看到好像是你真的是在一个想念那一个人，然后把思念寄托到远方。我觉得真给懂厉害耶。喜欢跳舞的人想象力也非常丰富。对，那练这个已经练多久了？为什么当时会喜欢这个舞泳呢？缘分，因为我刚好碰到日本舞老师，台北的日本舞老师。那我学到今年已经第16年，而且还在继续学。可是你是老师级的吧？我本身也是老师，刚出来学刚出来教大概5年啦。这个就会欣赏啊，这个就会欣赏，还不断的要进阶，还学不完。你可能那个雄心同乐飞，很有这个福气。有唱到那个欣赏，还有天师给挑前给观众朋友看到，那个日本的传统舞技啊，而且是新日本舞泳。好险没有。很有潜力。好啦，阿勇来看哈，评审欣赏哈，有办法一直通过吗？老师，请按灯。哎呀，魔法豆。感谢，安之谢谢。哎呀，谢谢谢美老师。什么欣赏啦哈？那个天师给挑前给观众朋友看到。这个大宝眼发到嘞呢，哎呀，东多观众朋友啊，想我哪天发来报名的呢？报名，差点报名哟。好，今日感谢3位评审欣赏，还有今日的表演者，还有观众朋友的收看哦。还有乡亲同乐飞，太感来上飞，我们下次见。再见。